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咁我哋翻到嚟去講以色列係點樣一次過消滅中俄聯手打造嘅伊朗防空網同空軍。對於成個以色列嘅空軍嚟講，佢嘅空軍嘅思想、建軍嘅目標係乜嘢啊？佢從來嘅目標咧就唔係為咗要同對方嘅戰鬥機糾纏或者纏鬥，或者係空中上高消滅對方嘅喎，而係咧翻到去佢哋喺所謂1967年6日戰爭裏邊嘅概念，嗰個就係可以嘅話，點樣可以消滅到對方嘅空軍啊？或者成個防空網最好嘅方法就係先發制人，將對手成個嘅空軍徹底咁打喺機場裏邊。回顧當年1967年嘅6日戰爭咧，以色列係幾個鐘啊，就將成個埃及、敍利亞呢啲嘅機場全部炸到爛晒，400幾部戰鬥機全部報廢喺地面，確立咗一種叫做先發制人、精準打擊嘅傳統 DNA。咁今次打伊朗咧，更加係將呢個成個概念或者思維立到一個新嘅高度裏邊。咁今次 Rising Storm 嘅行動咧，出動咗差唔多200架戰鬥機，成個架勢都好嚇人。咁主力係乜嘢咧？就係我哋一直都喺文章裏邊，我哋喺成個 page 裏邊講過好多次嘅 F-15I 戰鬥機啦，咁同埋係 F-35I 戰鬥機，同埋就係以色列自己去改進嘅 F-15I 戰鬥機。咁咧呢啲嘅圖片，我哋而家都可以睇到好多以色列空軍放出嘅圖片啦。譬如講以色列點解可以有咁長程，差唔多講緊1500公里嘅一個飛行，仍然係能夠係準確咁樣去攻擊伊朗嘅目標咧？關鍵就係佢哋係直接攞乜嘢啊？攞副油箱啊！大家見到 F-16I 喺成個戰鬥機下低嘅圖咧，其實就係一個機翼掛點裝住個副油箱，令到佢哋可以長程奔襲差唔多1500公里。咁仲有咧就係例如話係 F-16I 你會大家見到啦，佢下低裝住嘅一個小炸彈咧，其實就係 SDB 炸彈 GBU-39 小直徑嘅炸彈。咁唔好睇佢細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智能嘅一個炸彈，同俄軍用開嗰種常規炸彈好唔一樣嘅。咁以色列只係需要好少嘅炸彈就能夠將伊朗嘅指揮所係炸到灰飛煙滅。咁一部 F-16I 能夠掛8粒，你計下呢一度差唔多四部戰鬥機嘅話，其實講緊就係32粒嘅 SDB。咁我諗緊，即係有咁強大嘅一個火力覆蓋，你就知道伊朗嘅防空唔通能夠係繼續堅持落去咩？咁咧，但係最關鍵嘅戰鬥機咧，始終都係我哋嘅主角 F-35I 呢部戰鬥機咧。坦白講，同 Top Gun 2裏邊 Tom Cruise 所揸嘅 F-18就好唔同啦。F-35咧係成個世界裏邊可以講緊係最強嘅一部戰鬥機，咁至少喺現役範圍裏邊係最厲害嘅。F-35I 係第5代嘅戰鬥機，以色列咧而家有大概40部 F-35I 啦。咁佢哋主要咧係2個中隊嘅，一個咧就係金鷹140號編隊嘅中隊啦，咁以及係南方之獅116中隊嘅 F-35I 啦。佢哋嘅任務咧唔係去做所謂嘅炸彈卡車，咁啊即係負責去掉炸彈呢啲咁樣嘅叫做係相對上比較一般嘅工作啦。咁佢哋其實係做一個開路者嘅角色嘅，目標咧就係用佢哋強大隱身能力同埋強大嘅電子戰能力咧，直接將成個伊朗嘅防空雷達陣地、指揮中心全部一次過咁樣去消滅。F-35I 到底有幾咁強大咧？佢哋嘅雷達反射面積咧，喺伊朗空軍嘅雷達睇起嚟咧，係比一隻雀仔仲細嘅。所以你可以諗下就係咧，所謂伊朗嗰啲中俄聯手打造嘅舊式嘅 S-38，或者佢哋自產嘅所謂巴哥2373導彈系統，又或者係佢哋起飛嘅米格29戰鬥機咧，有冇可能睇到 F-35I 然後將佢打落嚟啊？幾乎係唔可能嘅。喺美國嘅紅旗軍事演習系列裏邊咧，F-35I 同傳統戰鬥機能夠做出嘅交換比咧，甚至係高達20:1嘅，即係話傳統嘅戰鬥機至少要俾20部戰鬥機嘅犧牲，先至能夠換取一部 F-35嘅擊落。咁呢一次嘅戰鬥裏邊，我哋可以去睇到，基本上成個戰鬥係一面倒啊！伊朗空軍係一部戰鬥機、一部 F-35都冇打落嚟啊！甚至佢哋需要係喺網上散佈造假嘅 F-35擊落照片嚟去迷惑，或者去令到佢哋國內嘅觀眾
國內嘅支持者比較好受。咁伊朗點解冇能夠防住成個以色列嘅攻勢咧？我哋可以講下一個重點係或者一個概念係乜嘢啦。首先咧，如果我哋就咁睇紙面嚟講咧，伊朗都好似幾強大嘅喎。佢哋有俄羅斯俾嘅 F-300系統啦，咁亦都有俄羅斯提供嘅米格29戰鬥機啦，但係全部都變晒做擺設。首先咧就係 F-300系統咧，其實基本上全部都已經喺舊年10月以色列嘅軍事行動裏邊殲滅晒。咁再嚟咧就係嗰啲咩米格29啊、F-14啊，或者係再老式好多啦，講緊越戰時候用嘅 F-4戰鬥機咧，基本上呢啲紙面實力上睇似仲存在嘅戰鬥機喺以色列嘅狂轟濫炸底下，或者成個清晨嘅空襲底下咧，幾乎係被全殲嘅。伊朗嘅防空系統咧係非常震驚，甚至係啱啱冇起身，咩事都唔知，完全唔會探測到以色列空軍嘅存在。係炸彈落下一刻，佢哋嘅戰鬥機先闖出起飛起嚟做咩啊？就係做靶咯。咁點解會係有咁樣嘅情況咧？咁就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 F-35嘅成個概念或者成個理念係要貫穿深入對方嘅空軍體系裏邊，完全壓制佢哋嘅。所以可以講某程度上就係咧，遇到 F-35咧呢一啲嘅舊式戰鬥機或者舊式嘅防空網係完全唔能夠去擋住嘅。咁再嚟去講 F-35強大嘅地方咧，就係佢能夠係將成個伊朗嘅雷達網唔單止係喺雷達上高引申啊，仲可以將佢係自盲同欺騙，用電子戰嘅手段嚟去將佢哋係完全壓制嘅。咁所以基本上可以講就係成個伊朗係冇咩辦法可以係處理得到呢啲嘅問題嘅。咁伊朗咧，除咗佢哋有俄製嘅戰鬥機之外，同埋俄製嘅防空網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有中國製造嘅一個防空嘅指揮系統啊。咁呢啲系統咧喺今次嘅成個戰鬥裏邊可以講係毫無作用啊。咁我哋講咗咁多一啲軍事技術層面嘅嘢啦，咁我哋講下一個大家都最關心嘅話題咧，就係呢一場戰爭會唔會擴大咧？咁坦白講咧，版主我就認為今次嘅戰爭其實可以講係絕對唔係一個小打小鬧啊，因為佢唔單止斬首咗成個伊朗嘅軍政高層啦，就好似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所講，今次行動係一場全面嘅戰爭啦，係一場希望能夠徹底一勞永逸咁解決伊斯蘭政權嘅一個行動。咁其實佢可以對比一次類似嘅軍事行動，就係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巴格達時候嘅一個情況啦，又或者係最近我哋睇到例如話成個敍利亞嘅政權被瓦解啦，又或者係利比亞嘅獨裁者被一次過一網清嘅一個情況啦。咁至於成個軍事行動嘅一個精彩程度咧，其實都可以同2003年嗰陣時美國入侵伊拉克嘅軍事行動係相比美。咁同樣嘅時候，都係薩達姆喺巴格達嘅防空網係幾乎完全喺唔知道美軍嚟嘅情況之下被打擊嘅，指揮嘅鏈條係徹底被切割咯。可以講係用咗一次實證去證明咧，就係只要係掌握咗情報、制空網同埋斬首呢個黃金三角嘅優勢咧，任何國家嘅防空網都可以被迅速瓦解嘅。咁更加有意思嘅就係咧，其實由紙面上高睇嚟咧，伊朗嘅防空網同空軍建設更加係優於2022年嘅烏克蘭嘅。咁但係點解烏克蘭仍然可以堅持咁耐？咁唔係就係講明咗俄羅斯所謂奪取制空權，佢嗰種俄式嘅軍事空軍嘅建設理念係有幾咁可笑嘅咩？至於俄軍嘅防空網同軍事空軍嘅成個理念所打造出嚟嘅伊朗空軍咧，更加係一統就全啊！咁呢個都係説明咗實戰同宣傳片係兩碼子嘅事。咁咧就好似有啲中國網民講笑咁講啦。如果中國足球啊，從來都係掩掩遮遮，從來都唔同外隊打，只係靠一啲網民去講一啲宣傳或者係講一啲誇大嘅笑話，咁絕對咧大家都可以覺得，喂，中國足球其實都可以貫穿世界啦。實戰同宣傳永遠都係兩碼子嘅事。咁所以講咧，今次以色列嘅宣傳絕對咧係可以俾嗰啲自以為靠住幾件所謂中俄聯手打仗嘅先進武器就可以橫行嘅獨裁者一個當頭棒喝。佢同所有人講咧，現代戰爭打嘅係信息戰、電子戰，
而唔係靠住人多或者吹水。今次一次活生生嘅一次實戰嘅教科書咧，全世界都目睹咗邪惡軸心嘅第一個支柱係點樣倒冧啊！咁我相信咧，嚟緊隨住伊朗嘅空軍同防空網被消滅咧，只要伊朗嘅反對派或者佢哋嘅裏邊能夠係有決心嘅人民能夠起義嘅話，對於中東嘅地緣政治嚟講，絕對係一次大地震。咁至於戰事會唔會擴大呢？我覺得呢件事就好可能會好似多米諾骨牌咁樣冧咗第一章之後嘅嘢會唔會冧？咁我就諗睇下大家點睇啦。咁大家覺得咧，呢場戰役會唔會係一場更大戰役嘅，或者更大一場戰爭嘅風暴嘅序章呢？咁歡迎大家評論區留言，咁講講你哋嘅睇法。咁今日嘅節目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